继续来到台南的七股，因为进前的丹纳斯风台甲维帕风台，有真侪人家的厝顶也未付修理，暂时先用布棚砍掉咧。结果即届阁拄着做风台，真侪布棚拢掀掉。在地乡亲是深深来体会到，啥物叫做无米阁拄着轮月。 台南这个地形是海埔地，会遮尔有名，是因为乌面腊杯许大所在。如今这个地表改变，空翕的卫兵显示，每一间家厝啊，含的帆布湿水有深冒浅，真险白。空翕机降落来管道，佮当清楚看到风甲帆布吹甲碰起来。 帆布会当杂风杂雨，不过换一个角度，为帆布叫掀开，厝内当里倒壁贵如苍苍。无帆布杂风杂雨的旧厝，就干那村厝顶的扭架。根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，在七股这个地方呢，瞬间的最大阵风是来到了9级阵风。高级阵风达到每1秒24公尺左右，就算白真侪条手法地几那地的庄仔角，强风扫落帆布叫离开，厝内佫开始伫咧漏水。布棚这是。 普通时啊，无风无雨，安尼早的讲袂输，敢若有一顶迄个安尼有一个互你安全感尔。你正经若上昨风台来，你遮就拢流雨入去啊。厝内淹水，加在雨落不大，不过维家具和土骹嘛是也个积水。我们水利局负责这个七土区的一个屋顶的修护媒合，有的是说他要找他比较熟悉的厂商，啊，有的是说这个价位要不要再降低等等。天灾来时，伤害唔是咱人会当控制的，是连续打击出口，和居民拢真无奈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